很久很久以前，復活節其實沒有兔子，真正負責送彩蛋的是一隻勤勞的公雞，它每天凌晨3點打鳴，順便把彩蛋賣好，不但準時，效率還超高，還會根據每個孩子的個性挑選顏色，年復年，直到有一年春天，公雞感冒了，桑子得叫不出聲，連喔喔喔都變成咳咳咳，它急得團團轉，怕人類錯過復活節的驚喜。就在這時，一隻愛亂竄的兔子路過，公雞懇求它幫我分發彩蛋，算你兼職。兔子一聽，立刻點頭，興奮地接過彩蛋。結果，因為兔子太興奮，邊跳邊掉，彩蛋滾得滿地都是。人類醒來一看，哇，到處是彩蛋，旁邊還有隻蹦蹦跳跳的兔子，大家立刻相信復活節彩蛋一定是兔子送的。公雞站在樹上，氣得直跺腳，那是我掉的，不是他藏的。可惜沒人信，從此兔子就莫名其妙成了復活節正職。